出现的从前，说温暖是优点，但为什么现在别过脸？多关心一点，变成触犯隐私权，是什么演技改变？时间滴答滴，山盟还是被收起，开始心口不一，说好要温暖你的一生，但伸出直到需要的是冰冷，冬季过了就被推出心门，谁是不被需要的人？说好要温暖你的一生，但伸出直到需要的是冰冷，冬季过了就被推出心门，我是不被需要的人。走远的夏天，说火热是缺点，或许可以只说不新鲜，没有设底线，所有一切都贡献，换来的却是厌倦。时间滴答滴，山盟还是被收起，开始心口不一，说好要温暖你的一生，但伸出直到需要的是冰冷，冬季过了就被踢出心门，谁是不被需要的人？说好要温暖你的一生，但伸出直到需要的是冰冷，冬季过了就被推出心门，我是不被需要的人，就只是暖暖吧，用过了随手抛，天冷了再买新的就好。说好要温暖你的一生，但伸出直到需要的是冰冷，冬季过了就被踢出心门，谁是不被需要的人？说好要温暖你的一生，但伸出直到需要的是冰冷，冬季过了就被踢出心门，我是不被需要
人。